家好，我们来自老挝，今天我们来祝福中国朋友们。医护和患者共度难关，千万不要放弃，你们一定要坚强，注意个人卫生。中国加油！武汉加油！送你们最诚挚的问候。好好自我防护。在此祝福你们尽快好起来，可以战胜病毒，大家保重。中国加油！我希望大家迅速度过这场危机。我们支持你们与你们在一起。不要食用野生动物。勤洗手，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洗手。外出戴上口罩。如果你觉得呼吸急促、发烧、咳嗽，请到最近的医院就医。祝你们尽快回到精彩的生活。中国一定能克服疫病，中国必胜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中国加油！武汉加油！加油湖北！加油武汉！加油中国！中国必胜！共度